今日講到經文係出自出埃及記第16章1至到26節，講題咧係遵不遵神的法度。咁咧我就想請下禮堂嘅右手邊弟兄姊妹讀1至到9節，左邊嘅咧就讀10至到21節，22節打後由我讀出。請右邊嘅弟兄姊妹開始下，預備起。從以琳起行，在出埃及後第2個月15日，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間汛的曠野。以色列全會眾在曠野向摩西、亞倫發怨言，說：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華的手下。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邊，吃得飽足。你們將我們領出來到這曠野，是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啊！耶和華對摩西說：我要將糧食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試驗他們遵不遵我的法度。到第6天，他們要把所收盡的預備好了，比每天所收的多1倍。到了晚上，你們要知道是耶和華將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。早晨你們要看見耶和華的榮耀，因為耶和華聽見你們向他所發的怨言了。我們算什麼？你們竟向我們發怨言呢？摩西又說：耶和華晚上必給你們肉吃，早晨必給你們食得飽，因為你們向耶和華發的怨言，他都聽見了。我們算什麼？你們的怨言不是向我們發的，乃是向耶和華發的。摩西對亞倫說：你告訴以色列全會眾說，你們就近耶和華面前，因為他已經聽見你們的怨言了。請左邊嘅弟兄姊妹，亞倫正對以色列全會眾說話的時候，他們向曠野觀看，不料耶和華的榮光在雲中顯現。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我已經聽見以色列的怨言，你告訴他們說，到黃昏嘅時候，你們要吃肉，早晨必有食物得飽，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。到了晚上，有鵪鶉飛來，遮滿了營，早晨在營四圍的地上有露水。露水上升之後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圓物，以色列人看見，不知道是什麼，就彼此對問說：這是什麼呢？摩西對他們說：這就是耶和華給你們吃的食物。耶和華所吩咐的是這樣：你們各人按的飯量，為帳棚裏的人按着人數收起來，各拿1俄梅爾。以色列人就這樣行，有多收的，有少收的，及至用俄梅爾量一量，多收的也沒有餘，少收的也沒有缺。各人按着自己的飯量收取。摩西對他們說：所收的不許什麼人留到早晨。然而他們不聽摩西嘅話，內中有留到早晨的，就生蟲變臭了。摩西向他們發怒，他們每日早晨按着各人的飯量收取，日頭一發熱就消化了。到了第6日，他們收了雙倍嘅食物，每人2俄梅爾。會眾嘅官長來告訴摩西，摩西對他們說：耶和華這樣說，明天是聖安息日，是向耶和華守的聖安息日。你們要烤的就烤了，要煮的就煮了，
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。他們就照摩西嘅吩咐留到早晨，也不愁，裏頭也沒有蟲子。摩西說：你們今天吃這個吧，因為今天係向耶和華守嘅安息日。你們在田野必找不着了。6天可以收取，第7天乃是安息日，那一天也沒有了。我哋同心祈禱。感謝主賜俾我哋聖經，讓我哋能夠認識你，讓我哋能夠明白你嘅心意，亦俾我哋知道可以活出神子民嘅生命。求真理嘅聖靈開啟我哋嘅耳朵，俾我哋能夠聽得入真理，接受你嘅教導。恭敬將以下嘅時間交託，求主引導，聽我哋禱告，係奉主耶穌嘅聖名而求。阿門。今日嘅講題咧係遵不遵神嘅法度。呢個嘅話咧，其實係嚟自摩西神向摩西所講嘅說話。喺第6節，神對摩西咁講：我要將糧食從天降給你們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嘅份。我好試驗他們遵不遵我的法度。神要藉住天降嘅食物俾百姓，好去知道百姓會唔會遵守神嘅法度，會唔會遵守神嘅吩咐。呢個由從天而降嘅食物係乜嘢呢？我哋知道係嗎哪。喺第31節裏邊，我哋冇讀嗬，咁你咁講，呢個由天降落嚟嘅食物就係叫做嗎哪啦。佢嘅形狀咧好似芫茜籽，即係芫茜嘅種子，細細嘅白色嘅，味道咧就好似參了蜜嘅薄餅。大家留意係個味道好似甜嘅薄餅，而唔係個樣好似薄餅嚇。佢係點樣出嚟嘅咧？喺第13、14節，頭先我讀過係咁樣講㗎。佢話朝頭早有霧水，當你霧水蒸發咗之後咧，嗰啲細細白白嘅嗎哪就會出現㗎啦。嗎哪實際係乜嘢嚟嘅咧？其實我哋唔知㗎，唔單止我哋唔知，當時嘅百姓都唔知係乜嘢嚟㗎，所以佢哋先至講呢啲係乜嘢嚟㗎？佢哋就叫做嗎哪。點解要嗎哪嘅？因為本來嘅意思，嗎哪呢兩個字嘅意思，本來就係乜嘢嚟㗎？嗎哪喺好多年之後就冇再出現啦，所以我哋都冇機會去見到。聖經咁樣講話，以色列人喺曠野行咗40年之後，當佢哋一進入迦南地，就再冇嗎哪出現啦。好多人都研究嗎哪係乜嘢嘅咧？咁樣嚇。如果大家翻屋企上網瀏覽一下，或者有啲聖經嘅書，你就發覺哇，原來都有好多人研究，唔少都幾有趣嘅嚇。不過我哋更關心嘅應該係乜嘢咧？就係嗎哪出現嘅時候有啲乜嘢屬靈嘅意義。神降下嗎哪係教導百姓乜嘢嘅功課嘅咧？當然呢啲嘅功課唔單單係對昔日嘅百姓，亦都係對今日嘅我哋在座嘅每一位弟兄姊妹。所以我願神幫助我哋明白聖經呢一個嘅教導。喺今日嘅講道裏邊，我哋會睇下嗎哪出現之前百姓嘅情況，亦都會睇睇嗎哪出現之後嗰陣時神對人嘅教導。我哋先睇嗎哪出現之前百姓嘅情況。喺嗰陣時，百姓佢發怨言啊！我哋從百姓睇到人發怨言嘅時候咧，唔單單止佢哋不滿現在，佢哋亦都錯誤咁判斷佢哋嘅過去。經文一開始咁樣講。百姓離開以琳，
去到汛嘅曠野，叫做曠野，即係話乜嘢都冇啦咁樣嚇。喺呢個時候，百姓就開始發怨言啦。佢就向摩西、亞倫咁樣講：巴不得我哋早死喺埃及地，耶和華嘅手下。嗰陣時，我哋坐喺肉鍋嘅旁邊，食得飽。你哋將我哋領出嚟，到咗呢個曠野，係要叫我哋全戶眾都餓死啦。百姓埋怨乜嘢呢？埋怨冇嘢食啊！從埃及帶出嚟嘅食物，走嘅時候帶啲食物出嚟，可能食得七七八八啦。而眼前似乎又有啲冇乜嘢可以食，餓住個肚嘅百姓，佢哋就發怨言，抱怨冇嘢食，甚至乎話會餓死喺呢一度添。百姓發怨言，其實都幾真實，其實都係好典型㗎。人喺當下想要嘅嘢得唔到，心中裏邊想要嘅嘢滿足唔到嘅時候，好自然就會生出一啲嘅怨言。昔日係咁，其實今日都差唔多。人好多時都係咁樣嘅啫。譬如你去買嘢，你買唔到嘅時候呢，你心裏邊就會有啲埋怨啦。點解買唔到㗎？跟住會點呢？就怪呢樣怪嗰樣咯。點怪法啊？點解你頭先經過嘅時候你唔睇下我啊？又或者怪翻自己，哎呀，點解我咁大意唔記得咗買呢樣嘢嘅呢？如果要買嗰樣嘢可以等一等嚇，唔係咁急嘅話都仲好啲。但係如果要嗰樣嘢係必須嘅買唔到嘅話呢，你就更加容易埋怨啦。譬如你唔記得買米，結果今晚就冇飯開，咁嘅怨言呢，應該好快就講出嚟啦。米咩？有冇搞錯啊？邊個買米唔記得咗啊？咁樣嚇，都好熟口面嗬。買唔到嘢會埋怨，只係其中一個例子。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嘅情況，譬如當我哋心裏邊嘅期望嘅事冇達到，或者我哋想做嘅事未做到，我哋就好容易會埋怨。總之，事情冇按住自己嘅意思而發生嘅話呢，人就會埋怨。或者我哋不時都係咁嘅嗬，所以呢，我哋好容易呢，其實會認同呢以色列人嘅。其實我哋都好似以色列人嘅百姓咁樣嗬。不過，當我哋真係要認同百姓之前呢，我哋要留意一下百姓佢遇到嘅問題係乜嘢。其實佢哋埋怨係帶嚟一個更加嚴重嘅問題，就係佢哋唔單止唔滿意現在，佢哋更加錯誤咁判斷佢哋嘅過去。佢哋咁樣講啊，佢話：那時我哋坐喺肉鍋旁邊吃得飽足，你哋咧就將我哋領咗出嚟，到咗呢個曠野，要叫我哋全部都餓死啦。嗱，餓死係有啲機會嘅，但係佢哋幾時過去坐喺肉鍋旁邊食得飽呢？你幾時睇到有呢？相反，佢哋以往其實一直係俾埃及人所迫害，而且個迫害係越嚟越嚴重㗎。大家仲記得嗬？當時係要求佢哋做磚，後來更加嚴重到連磚嘅材料都唔俾啊！吃苦就吃唔少啦。幾時好似佢哋咁講，一直喺埃及嗰邊日日食火鍋嘅呢？冇啊！當人埋怨嘅時候，就好容易會錯誤咁評估佢哋過去，好易㗎咋。百姓就係咁啦。我哋呢？我哋埋怨嘅時候，會唔會同樣咁錯誤咁評估我哋嘅過去嘅呢？當然，我哋嘅情況同百姓唔係完全一樣，唔會一樣，但係有啲地方都幾似㗎。因為有時可能我哋都會錯誤咁評估過去。講得具體少少嗬，夫婦鬧交，
當一方面埋怨對方嘅時候，呢件事做得唔好，嗰件事又做錯，轉個頭就會點講呢？你啊，以前啊，樣樣都做唔好，你以前啊，總係做錯嘅，係唔係呢？真係以往件件事都做錯，每時每刻都唔啱咩？會唔會搞錯呢？會唔記得咗？其實呢個人，我嘅配偶過去都做得有好嘅地方㗎噃，會唔會忘記咗佢曾經對我好嘅時候呢？弟兄姊妹啊，我哋會唔會當我哋一埋怨就忘記咗過去嘅呢？一埋怨呢，我哋咁樣形容啊，會唔會我哋腦即刻好多棉花塞住咗我哋腦，跟住就好似失憶咁樣，忘記咗昔日發生過嘅好事呢？似唔似以色列嘅百姓呢？求聖靈提醒我哋，教導我哋成日要警醒下，時時刻刻去檢視我哋自己嘅生命啊！百姓呢，表面係埋怨摩西，但係其實佢係埋怨上帝。聖經係咁講嘅。當人埋怨神，神對百姓有啲咩回應呢？我哋見到神賜俾佢哋嗎哪。嗎哪係神對百姓嘅一個回應。而賜嗎哪呢個嘅過程呢，經文有好詳細嘅描述。神賜嗎哪唔係單單俾佢一樣嘢咁簡單，神係藉住賜嗎哪去幫助百姓去遵守神嘅法度，藉住賜嗎哪去幫助百姓去聽神嘅吩咐啊！經文裏面咁講，當百姓向摩西、亞倫發怨言嘅時候，耶和華就對摩西咁話：我要將糧食從天降下俾你哋，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日嘅份，好試驗佢哋遵不遵我嘅法度。神呢係要試驗百姓遵唔遵守神嘅法度，亦都係要百姓學習去遵守神嘅吩咐。我哋從經文裏邊呢，我哋睇到神俾百姓嘅功課有兩個。第一就要佢哋認識自己嘅需要。嗎哪咧係一種好特別嘅食物，特別嘅地方唔係佢嘅形狀，亦都唔係佢嘅顏色，亦都唔係佢嘅味道，而係佢只可以即日食。今日收集就要即日去食，要新鮮咁去食。用今日嘅講法，即係 expiry day 咧係得1日嘅啫，絕對唔可以過夜。因為聖經講得好清楚，到第二日當日頭一出嘅時候，佢哋就會呢啲食物就會融化啦。正因為嗎哪有呢個特性，所以收嘅時候咧就有個規定。就係每人每日只可以收集1日嘅份量，好合理啊！因為唔可以留過夜啊嘛。咁一人1日只可以收集1天嘅食量。但係大家留意，每個人收嘅份量咧，卻係人人唔同㗎噃。點解啊？點解咁講嘅？因為神係叫百姓咧，佢係按住自己嘅飯量去收集嗎哪噶，即係話咧，你大食就攞多啲，你細食就攞少啲，就唔係每人咧都攞500克，唔係咁樣。神嘅吩咐係乜嘢咧？就係要你哋先知道自己需要幾多，然後你就攞幾多。如果你係食得多嘅，你就攞多啲。咁你就唔使唔好意思。如果你係食得少嘅咧，你就攞少啲，你就唔好覺得蝕底。
大概係咁嘅意思啦。百姓知唔知道自己食幾多嘅咧？我相信佢哋知嘅，佢哋知嘅。咁樣弟兄姊妹，你又知唔知你自己食幾多嘅咧？你話知嗬？有啲可能話我一日咧食大碗飯嘅啫，就唔會添飯嘅。咁有啲話咧，我食多啲㗎，要食1碗半㗎，咁樣嚇。嗱，知道咧就好啦，咁就唔會食過量，亦都唔會餓親。我諗我哋大部分人都知，講笑啦。我諗我哋大部分都知道我哋嘅飯量係幾多，係咪啊？有冇人唔知㗎？我記得隻手喺上邊啦。不過我有興趣嘅問，其他方面我哋知唔知嘅咧？我哋其他嘅需要我哋知唔知嘅咧？我哋知唔知道我哋需要幾多物質嘅咧？我哋知唔知道我哋需要幾多娛樂嘅咧？幾多享受嘅咧？係多啊，定係少咧？定係話啱啱好係適合自己嘅份量嘅咧？我諗呢個問題係我哋在座嘅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親自回答嘅，亦都要親自同神講嘅。因為我相信我哋每個弟兄姊妹都其實唔係一樣。就以物質嘅需要為例啊，每個人每個家庭都唔同㗎，係咪啊？有啲嘅家庭裏邊成員多一啲，咁佢哋物質嘅需要就要多一啲。譬如4個小朋友嘅家庭，咁佢自然嘅需要就大過多過一個冇小朋友嘅家庭，呢個好易理解，我哋完全都知道。另外，即使係同一個家庭，經過一段日子之後，佢嘅需要可能都改變咗㗎噃。譬如當人年老踏入老年之後，佢就覺得自己嘅需要唔需要咁多㗎啦，開支亦都唔使咁大㗎啦，係咪咁啊？唔單止係年齡，有時候我哋嘅屬靈情況改變咗，我哋追求嘅心增加咗，我哋有時候個需要咧都會有啲嘅轉變嘅。舉個例子，我認識一位宣教士，佢咧就不時要去唔同嘅地方，俗語所謂穿州過省，喺唔同嘅地方落腳，喺唔同地方去居住。因為佢呢個嘅宣教嘅生活改變咗啦，佢就問佢自己究竟我需要幾多嘢嘅咧？佢最後發現其實我真係唔係好多嘅啫。結果咧，佢就將大量嘅嘢放低。每一次搬屋搬家咧，即係由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，佢只係一個行李加一個輕便嘅背囊，而箱裏邊嘅嘢咧就係佢需要嘅嘢啦，冇多餘嘅嘢。至於佢放低咗嗰啲嘅嘢咧，佢就送晒俾人啦。送出嘅時候咧，佢一啲可惜都冇㗎，亦都冇所謂嘅肉痛，冇㗎，因為佢覺得呢啲係多出嚟嘅嘢。正因為咁樣做，佢反而覺得因為而家行李少咗啦，來去自如，大大減少咗運送嘅問題，唔需要理嗰啲嘢啦。當然我哋唔係宣教士，所以我哋情況唔會好似佢哋咁樣。但係我哋都要問一問我哋自己，我哋究竟需要幾多嘅咧？唔使同你隔離過去比，唔係比多比少，其實比多比少都唔好啊。而我哋要知道自己喺神面前，我究竟需要幾多？我嘅屋企究竟需要幾多？當我哋明白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學習去專心仰望神。我哋好多時嗰個嘅安全感就係因為以為多就係好，以致我哋忘記去專心仰望神。呢個係神對百姓要學習嘅第一個嘅功課。至於仰望神係咩意思呢？咁我哋睇睇百姓嘅回應啦。當百姓聽到摩西嘅吩咐之後，佢哋好快經歷到神嘅供應啦。咁佢哋喺第二日朝頭早就收到嗎哪。不過你哋有冇留意佢哋又冇遵守神嘅法度，又冇遵守神嘅吩咐咧？咁一下，
咁我哋睇一睇下。佢哋本來咧就應該係攞自己所需嘅份量，然後就停㗎啦。點知裏邊竟然有人咧私底下攞多少少，結果咧就正如上帝所講，嗰啲嗎哪就唔可以過夜㗎嘛，到第二日就會壞㗎。當摩西發現，哇！竟然有人咁樣做嘅時候咧，摩西好唔開心。唔係，摩西發怒，應該好嬲啊！因為百姓竟然唔聽神嘅吩咐。百姓點解將啲食物留一啲？係咪因為唔夠食呢？驚夜晚肚餓？應該唔係。係咪因為佢哋信唔過神所講嘅說話？定係驚神能力唔夠呢？今日有，聽日未必有啩？定係話同神冇關嘅，完全因為個人嘅安全感嘅問題，想食物多一啲喺自己手裏邊，咁會感覺好一啲。經文裏邊冇講嗰個具體原因，可能樣樣都有啲啦。不過當我哋去諗百姓點解咁樣做嘅時候，其實都不妨問下我哋自己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喺現場同百姓一齊嘅話，你又會唔會留低一啲呢？你可能話唔會，梗係唔會啦。我信神嘅嚇，我信佢應許過有，我就一定會有。我知道神會賜嗎哪㗎，佢係有能力㗎嚇。呢個唔完全唔係問題，定係話我都想留低一啲，有多啲嘅安全感呢？百姓的確留多咗一啲，呢個情形可能發生喺第一日或者頭幾日啦。不過隨後我哋發覺佢哋應該冇再啦，冇再留一啲啦，因為佢俾摩西鬧完啊嘛。仲有，因為我哋發覺之後原來喺第二日嗎哪真係再出現，唔單止第二日出現，第三日都出現，第四日都出現。佢哋明白到神嘅供應原來真係冇減少嘅噃。佢哋經歷咗啦。摩西咧喺呢個時候做多一樣嘢，佢為咗要讓百姓知道一切供應真係嚟自上帝㗎，而唔係無緣無故咁跑出嚟㗎。佢哋咧就叫百姓做一件事，就喺神嘅日子，就係聖經所講嘅安息日前一日攞多一份，等佢哋喺安息日嗰一日咧就有得食。咁樣佢哋喺安息日裏邊咧就唔使再去收集啦。乜唔係講過啲嘢食唔可以過夜嘅咩？會爛㗎嘛？原來又唔會嘅喎。食物喺安息日喺神指定嗰一日咧，原來可以留多一日嘅喎。冇人問點解，不過其實好奇妙。或者我更加需要問，咁奇妙嘅安排嘅目的係乜嘢咧？其實就係要百姓喺安息日嗰日唔做嘢，停落嚟，唔好再為食物而擔心，因為神已經供應啦。既然已經唔需要再去忙安排嗰啲嘅食物，咁佢哋就可以安心去到神嘅面前，專心仰望神。感謝神喺過去嗰6日嘅供應。6日裏邊人去工作，睇起嚟係人去努力，但其實我哋知道亦都係神嘅供應。人點樣可以去更深體會呢一點呢？就係當你真係放下你手上嘅工作，去睇一睇，真係㗎，原來神係一直去幫助我哋嘅，神係一直工作，一直工作。所以守主日、參加崇拜，就係我哋學習去專心仰望神嘅日子。呢一日，讓到我哋睇到神嘅過去一周裏邊點樣保守我哋，亦都知道佢係真實嘅。
因為佢係保守我哋嘅主，過去保守，將來繼續會看顧我哋。所以守主日參加崇拜，從來亦都係信徒生活裏邊一個不可或缺嘅環節。有幾重要呢？或者用咩方法去幫助我哋去明白呢？我就諗起以前一位嘅神學院老師，老師會俾學生功課噶嘛，交功課有一個截止日期嘅嗬。呢個老師嗰個交功課日期咧，一定係禮拜五嘅，最多係禮拜六，永遠唔會禮拜一。大家知唔知點解啊？老師就驚啲學生因為趕功課而用咗禮拜日做埋功課去，為咗避免神學生有呢個試探，就定個截交日期係禮拜五，最多係禮拜六。我諗好重要嚇，我諗我哋都要有呢份嘅心，幫助我哋喺主日裏邊，不單止係守，亦都喺主日裏邊去仰望神。喺過去嘅一周嘅供應，亦都增加我哋嘅信心，知道神會喺未來嘅日子繼續會供應我哋嘅需要，亦都繼續會帶領我哋，幫助我哋。今日經文提醒我哋要小心怨言，因為怨言唔單單只係唔滿意現狀，更可能令到我哋會錯誤咁判斷過去，更加可能令到我哋過一啲美好嘅事情一筆勾銷。另外，神亦都透過賜嗎哪教導我哋要了解我哋嘅需要，同樣我哋要深信神嘅供應，願我哋透過每一個主日嘅崇拜，去完全依靠佢，明白佢。求神幫助我哋，我哋同心禱告。主，多謝你，你透過聖經讓我哋明白你如何真實，喺我哋生命裏邊，喺我哋生活之中嘅供應，讓我哋真正知道神你係供應嘅主，係愛我哋嗰位嘅上帝。主啊，求你教導我哋，開我哋嘅眼睛，讓我哋睇到神你奇妙嘅作為，亦都增加我哋嘅信心，俾我哋能夠勇敢走前面嘅路。多謝主，聽我哋同心禱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